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笔记第38章。迄时，上主对加利亚峰中间应约笔：你是啥人？敢用无知的话，互我的旨意无明？着准备好势，做一个大丈夫。我问你，你着应我。我下大地的地基，迄时你伫倒位？你若知，讲来听看咧。是甚物人决定大地的大小？是甚物人用金线量大地？你知无？大地的地基建立伫甚物顶面？重要的基础是甚物人安置的？你兼知？迄时，透早的星神做伙唱歌，上帝的正使者嘛拢欢呼。大海对地的舞台冲出来的时，啥人用门甲伊关起来？我用云做衫甲伊穿，用密云做布甲伊包。我甲海设定界限，甲伊设门甲门窗，讲：你到这袂用得搬过，你猖狂会用到这为止。你减捌命令日头起来，互黎明在伊的即份。甲伊抽地的四角头，将歹人赶出去。安尼，地面就完全解决，显出逐款的形体、多样的色彩。歹人袂得着光，也悬典韦的手骨受降断。你减捌入去到海的源头，捌行过深渊恶闭的所在。人减捌报你死亡的入口，你减捌看到阴府的门。大地偌阔，你减捌测量过。若捌做你讲，你减知光对倒位来，暗蹛倒位。通带因转去因兜，你减知去因厝的路。你应该知，因为迄时你已经出世，即阵你已经真老啦。你减捌入去踅的仓库，减捌看到炮的库房。这个拢是我为着患难的时，为着烧台甲战争的日准备的。四若对甚物所在射出去，东风对倒位扫过大地。啥人甲大雨开水路，甲雷电决定路线？啥人予雨落伫旷野，落伫无人徛起的所在？予耙荒荒废的土地得到充足的雨水，予青草布艺发芽。雨水减有流白，露水啥人生的？冰对啥人会胎出来？天顶的霜啥人生的？啥人予水变做亲像石头遐尼重，予深渊的表面结冰？你敢会当甲猫星绑起来，甲参星的带透开？你敢会当予星神照季节出现，带北斗甲伊的星群出来？你兼知天的定律，敢会予伊有权通管辖地？你敢会当出大声命令云，予大水淹没你？你敢会当叫圣若射出去，予因讲阮伫遮，请指示？啥人予红鹿角有智慧知尼罗河甚物时会泛滥？予鸡角仔有聪明知甚物时会落雨？
啥人有智慧，通算云的数目，会当将天的水拢拼空，互土粉变做鹿菇糜，互土结归圆。狮仔囝伫洞内窟得等，伫密的所在埋伏的时，你敢会当替师母掠食物，互因食到饱？细只乌鸦无通食，飞来飞去，对上帝哀求的时，啥人会当为着因准备食物？